戏哦。咁有机会大家共下来啊，也着做嚟做欣赏啊。人情好，色水甜。人情好，色水甜。人情好，人不可以闭口。人情好，人情好，色水甜。色水甜。嘿，懂好懂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维基百科维基百科。我是今本日的出版先生吴英凤，我也下对新北市树林区、中口区搞客家话，我担任客家先生已經10年了。今本日呢，來也來大家分享，客家話，搞好嘅問題，也係情形，韓國台灣母語應用版保存下去。現場共用有3位同學來大家共下來討論，來請佢哋來自我紹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係嚴偉。大家好，我係林元金。大家好，我係陳冠。身為客語先生，我想請問各位同學，你哋全台灣的客家人數有幾多嘛？會講客家話人有幾多嘛？30萬。那就按少，30萬，250萬。250萬。藝團係400萬。400萬，哦，400萬，佢差唔多。哦，有453萬嘅人口數，不過我講客家話嘅比例呢，有47%，天天冇到一半，所以也根據2010年嘅調查啦，也有比以前嘅人更加多啦。不過講客家話嘅比例冇隨定增加，就會人口數，你講會講客語嘅人冇，總共係客家話一般都冇，所以客家話也確實呢面臨一啲問題，係下情形，我本老太家啲啦。先生，用版嘅客家流失咧情形很嚴重咯。應該係人家家庭地位較少，講客家話人越來越少。係如果客家某人嘅家庭嘅好多年，撇得出去，結果講一家生意咧冇上到講來搞，可能就會客家話就進來進。像我講，今年沒落啦，就是越來越沒落那種感覺。是故說身為客家人，自家要想辦法，用辦老客家話傳承下去。台灣今年冇一種對我們客語較有利嘅條件，本來講有也環境做得更高樣嘢啦。故所也係大家來想辦法嘅事情啦。先生，唔過我知道先生啲學校啊，就乜嘅教學方式，還有乜嘅教學策略喎？我想問兩種問題啊。也客語會講嘅沉浸式教學，沉浸式嘅教學。當然那個綠隊啦，加到幼兒園，加到都有推廣。不過新北市、台北市可能較冇辦法。不過悄悄嘅咪去用，盡量客語嘅學生嘅入來教室，我們就轉換，讓他轉換直接。我本小朋友直接轉換到客語模式啊，所以入來有隻環境，有隻教室，就盡量入來就談到客家歌，客口時節，因為客口時節就會來咩，我就不用客家歌，本該就談，就自然而然就進入那個模式，客語跟模式當中。先生，你都喺教客話嘅時間，你會留客家文化表演嘅嘢課程點樣冇？會啊。像讀到田傳日，我就會讓小朋友咧，你要帶人哋去田班，還有春嘛來，拿到學校來，我就帶隻鑊嘅，大家都嚟剪田班，因為田傳客家人就會田傳日剪田班布田傳啊，紀念女媧娘娘，課程咩有啊，堂咩實際嚟學中做，學中做中學，咁樣嚟做一遍。就加個剪田班，還有炒鹹菜，客家人嘅鹹菜，滷嘅鹹菜，炒盤加到食，加到夾定個田班容易食，加到都當歡喜，食到當歡喜。我也為咩有圖片就係我夏令營嘅課程夏令營嘅課程，體驗式，講到八公，客家莊嘅八公，那就係加東書嘅，加東書嘅八公，落去新竹松林強林，就村莊地步呢，就去看太叔伯公，
300人年的哈家同事的白讲，哈也就会石头白讲。哦，上下班。嘿，太石头白讲，啊，小朋友老白讲，哈，翕相，哈，因就会去实际的，哈，不给去体验，啊，就去，也会看看啦，哈，也就会俺个课场地会带你也条东西啦，哈，田村日啦就补田村剪田班，啊，冬节咧，俺就来，莫讲，因为一节课里面没法度讲大扮演，没法度啊，俺就很紧，你要带扮演了吧？小朋友上天讲好，俺就带我嘅，俺就来煮。爱煮甜的、较咸的，有时候就会煮甜的，家就扮演湿湿啊，就变个地步甜汤。有时候就爱煮番薯汤的扮演，家就吃到动人吃就动欢喜啊，懂嘛？人吃大家就当抢掉啊，就会容易哈。还有这也去拜访火房屋，客家的火房屋，咩去新竹。琼林用也就蔬菜的火房屋，还有夏令营，有小朋友今年都来上课，然后唔是钱，省抢嘅经费唔是钱，大家就去聊，小朋友就懂欢喜，做得老人客家文化都带入地波，也就会火房屋，也就会介绍讲也系种瓦伞的，穿瓦衫，然后有瓦片，有的瓦片已经掉了，好，因为小朋友就老也翕相。然后呢，家就由孙沙去买，客家名产，所以一人手提一包名产，顺便珍惜客当地的经济啊、观光啊，做给小朋友，也就客家衫，他们自己缝的 T 恤，爱买的，系客家衫，家就做好个布，滚发边的发客家布，本家就量，3节课下主头就菜家就来量一天，仲要量一天。本家就去量浆、量纸，咩自家量的，咩去做啊？家就做，做下客家的衫，故所以知道本家就去体验去做，印象较深啦，紧讲，就来去做一遍就ดี嘅，上讲上个戏啊，先生，你很伤心哦。咁有机会大家叫我来啊，也就做先生啊，先生，我想请问一下。有乜嘅方式做得本學生嘅更加上嘅學習語言呢？我知道來啊，學語班嘅學語嘅小朋友，學教你地波嘅語言競賽，韓國當然啦，語言競賽家就會代表辦方出嚟比賽，可能在國語嘅方面，華語可能冇機會，因為會國語的太多了，好多話佢可能要當到人，佢咩冇嘅機會，佢客家話也會參雜舞台，其實咧上台比賽，佢咩當歡喜啊，也係咩一種學習啊，還有學語認證啊，學語認證，以為你佢冇法度代表去比賽，佢做得5-6年前開始，學語學了有隻階段咧，有一個程度嘅長度嘅，就做得肯去參加學語認證，老阿公阿婆向下來認證，大家來認證，因為阿公阿婆佢人唱會講唔曉寫，看到個文字就唔曉，老阿公阿婆向下來認證，知道也係隨意講學語認證全家，到羅倫大家細做得來認證，知道也係咩當好一隻方式啦，家長老跟小朋友互相進步，互相的進步，唔係講單向阿婆講阿婆的愛就唔曉，大家都要做得來認真，一下愛小朋友就當歡喜啊，有機會來認真，佢係為一家，為客家，要嚟做得老阿公阿婆講話，係那順溝通，係那有法度講話用嘅啦，唔會講到鐵鐵突嘅糖冇用嘅啦，係啊，係愛嘅感覺小朋友，係有就會講一下，學語有那個貼圖啦，我就會向小朋友講，做得一下，有賴嘅小朋友，就做得去下載啊，去那個你上車，有時我有賴啊，就做得，或者是我就學語班有群組，我就會用個學語嘅貼圖來互相咧，表達自己心意，有時家就會大師咩做得，弄貼圖咩做得學語嘅貼圖。來大家來都來推廣還是做啦，係啦。先生，嗱，仲要請問吼，該先生啊，平常啲教學生嘅時節啊，會遇到乜嘅思考上啊，還有教學策略方面有乜嘅問題啊困難？
那这种我都尽量不给省发，就是让它生活化，让学生比较浅显易懂啊。好看，好，我就讲我考这一科一充点，好一节课每10充点，然后一礼拜要学乜嘅东西，就一激发要学到乜嘅知识要用完。这种我就尽量，每部分感觉很难啊。好，一激发呀，伊讲佢要练去讲乜嘅，佢會講轉去，我就知道懂我嘅，因為唔係特素材就會刻於程式啊。哦，唔係講，盡量講，小朋友都一點一滴，慢慢地學習開始。數據所講到從小學1年生，學到4、5年生就差唔多，咱個對話就會講。好，冇咁講，問下唔會按，係咁講咧。一面味，而家唔會卡數講搖來，然後咧呢年成乾，乜啥，佢都會回應我，我知道有人做得多回應，交流、溝通，有人就做得咧。好，當然啦，你講嘅認真嘅就會較難啲嘅啊，特殊嘅啊。先生，基本做得教我哋一句嘛成語嘛、諺語嘛，吼，都我哋都學一句轉去，嘛到做得到。父母啊，阿婆佢哋講。那你們要幾個字的？幾多字的？我懂長的呀，懂短的。冇聽從。好來，人情好，10歲甜。人情好，10歲甜。人要鼻音哦，好，人情好。啊，10歲甜就是我們大家都交情很好，就算喝水都是甜的。好，就是大家人情好，因為來到客家中，大家都懂。有人情味啊，然後人情味、人情味很濃啊，所以人情好10歲甜來。人情好10歲甜，人情好人不可以閉口，人情好10歲甜，10歲甜，嘿，懂好。什麼呢？都這個是還沒關係，在某有嘅，加南西人就會講倒車，然後他帶步槍就羅拉，對，羅拉。我上到個問題，就係講學法按多做嘛，如果人那強調冇強壯，按教學嘅時間用緊。我我上嚟講，我基本係用實驗，嚇當然要開了嘅同學，我咪講，你落下講開了，來下學實驗，你2種都學。我咪教到拼音，你只要看到拼音，好像我課本當會有。實驗的拼音當背嘛，那個課文上面有四線的拼音，海陸腔的拼音，基本上要它2種啦，好，佢就會，然後實驗念一遍，會了念一遍，當然我會了冇按章啦，做唔得誤人子弟啊，我搞到廢平，懂排泄，金謙虛，懂排泄，要必須時間要一字一句就要很注重啊，當然平鬆是大家好，我會給他們，嘿。大家好，就是海陸腔的啊，我就會老家就對應，用簡單的做得啦。較難的就佢做唔得講，搞到你搞唔錯，自家都唔掂啊。所以我就會盡量講啊，生活用語沒有關係，冇嘢要緊，大家就是講話講法咩，交流咩。嘿，人情好，該記嘅開了咁樣講。人情好咩？係咪？人情好，係咪啊？唔係同佢開了強嘅有咩啊？有嘛？10歲。人情10歲甜。人情，我最我就專門人情啊，唔記得了。所以我就要專唔過量，我就唔敢亂搞。嚇，加實驗強我就夾。嚇，有陣時較難嘅就會問，問老人家又蠻講啊，又會有拼音給我看，我就可以。因為是畢竟海陸腔比我們多一，至少我們試驗有6種發音，海陸腔至少7個。有字音字形必須，客語字音字形必須，海陸腔就加一隻，較難寫。好，還有翹舌音，有捲舌的音來問大家。所以故說海陸腔有海陸腔的好讀，實驗沒有實驗，當然四海大平安，實驗海陸太平，然後呢鳥平，然後周安，邵安腔，我知道都有它的，還有南四縣南西縣。
啊，但唔是老人吸烟是差不多的，差不多。不过其中的共犯无同样，就我都会问同行，他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是什么腔，一落的时间，我阿婆好像跟你讲一样的，他会这样子讲。他说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问一下关键字比如说啊，你回家怎么讲？你回家怎么讲？转移，啊，他怎么说？我听好像鬼耶，鬼那就是男吸烟，对，好就会某汹涌的共犯，好，你们再见，张磊了，张磊了，好，然后大埔腔的，比如说谢谢，你谢谢你怎么？安子噻，什么你，什么你海陆腔比较什么你都这个是还没关系，在某优记，啊，给男吸烟就会讲老掐。然后大埔腔的罗拉，对，罗拉就有点喉咙发的感觉。先生，我有问题。平常你会讲客家话，但是有的会专有名词，你唔得要用反应来翻译到客家话。以为直接翻，像麦当劳，你们有讲？就麦当劳啊，麦当劳你常讲啊，麦当劳，还有你糖某，你直接麦当劳就会好，这种客家方面懂得外来语，我以为有冇 ？tomato， 还有另一个我都拜有冇？巴士，就会我以为你用版讲，就用版讲。當然呢，政府呢教育部啦，又係行業費，佢咩天氣增加專有名詞嘅講法，專有名詞建立客家嘅資料庫、語詞庫，用因像樣嘅一下留一條，全國行業線上啊，就沒有的，競爭的資料庫，那個語詞庫行業嘅，當到一下對你嘅名詞啦，一些網紅的名詞啊。會咩去增加？冇講客家話都會羅古洞嘅話，係後生人講嘅會咩去增加？客家話將都對流傳下去，冇講客家話都講經講咗自己嘅，新嘅名詞而出來，所以我知道政府啦，建立語詞庫，客家的語詞擬詞庫，都愛來，人家都咩天數後生，這樣我哋也係編客語詞典，我哋留。全國的行業線上，我們現在有在做客語資料庫的建立，行業擬詞庫的建立，好像一條新的名詞，我哋都會用一批，用辦法我哋用一批，還買部新一推後生人，新的客家人就做啲學習，而且上網就可以學習。我也知道大家都會窮下啦，窮用來上網大表，後生人都沙點，對，一定。要點後生你會撒點下去，因為你會拼音，你們拼音是很簡單的，拼音下去，你只要會拼音留下來，會拼音人就會講，咩牡丹腔係客家人嚟講，外國人一看拼音，你咩會講客家話，同埋客家話就流傳喺那度啊，知道大家鄉下嚟大邊一條名詞，專有名詞，我知道喺那唔對就直接講，直接講，也沒有人會。怪你就我以前不知道網路怎麼講變成謬路，網際網路，謬機謬路，就會用，就會慢慢的，因為天龍咩呀，一兩10年的事情嘛，咩講以前就有，阿公家細就有誒。先生嘅印象但如果行業唔曉講自家嘅母語，按就買影響。個影響當然動態咯，客家話會沒落下去啊，韓國我知道啦，然後客家話根本老街有漢白家學天年2年要動態蹦出啊，因為客家話動到音，家就唔識發歌，細要講個 L 啊、O 啊，一定會音，人家就會那個聲腔那個發音就會動準啊，學配的語言要韓家夾，我知道啦。我知道，跟矮嘅音啦，係啊，越南語就會讀嘛。係啊，故說嗱，後生嘅都太學去講學的外語的，假如說外文系啊、俄文系啊嘛嘅吼，你去做來講，先生，我知道我學客家話，從細要學客家話，對我種太係蹦出動態，好，佢講我大半夜嘛記嘅，個先生個教書都講，你是客家人哈，然後
就讲难怪，因为人细细都擘个无好讲发的发音，就发音过了，等于说你的声腔底部都开发过了，哦，要求甜，你都骨都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种买东西下去，你要种什么东西它就很好种，买吃走啦，对你懂天天爱你冇乜个影响，反正有蹦出哈互相的帮助的感觉，我吃到。韩国人客家字体啊，当然客家话传承下去呀，哈，冇到人家批讲啊，要推他切退了就没有了，哈，所以我知道人有要到责任，有到经验啦，哈，大家就猛注重念，猛注重念，你买注重行，猛注重念，对呀，也还没客家念你啊。你卖祖宗的那个田地，因为还卖有机会，那个韩国那里早就买转来呀，我们要赚大钱以后是再把它买回来呀。好，他们讲你也唔记得嘞，那就唔记得了，就没得嘞，嘿，就没得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我知道大家都要经营，学客家话，从小要学冇影响，还有帮助。我自家本身就係，我阿爸我細年啊，媽媽客家人，我拄到我細年我就講。對你，哈同學啊，好多嘅同學都講好咯，啊講客家同學都講客家，知道冇乜影響啊，然後知道自動轉換嘅模式，然後思路咧個邏輯係那清晰嘅感覺啊，吼係那幫助人啊。嗰個時陣，我想問，你下越來越多嘅客家人唔會講客家話，我用白人，用家山嘅。你用家生啊，知道就會人有這個意識，因為你這個客家人唔要講客家話，文化認同，你就冇法去認同這個文化。你有客家話做人嘅根本，所以話客家文化、客家語言、客家風俗，人都嚇啊有客家話嚟，遇到係客家鄉親，人哋總批講，就是一種嘅溝通啦、交流，係知道幫助動態呢，哦，所以。如果你動漫上學，係知道學客家話，從細學當然最好。落嚟發現我這個客家人，我就過嚟學咩冇要緊啊，吼，解對人這個根本嘅東西，人這個祖先嘅理念，係知道人做一種子孫嘅人，基本冇乜唔記得，冇乜唔記得，我知道，好，然後客家優秀嘅文化傳承下去，客家人當會讀書啊。客家人出動到高中啊，知道客家當到優秀嘅文化，當好嘅文化傳承下去啊，係啊。古時呢，好嘅師資，有專業嘅師資，然後學教材先咯，使用適合嘅教材，然後韓國人政府啦、社會啦，大家呢都有本客家話有利嘅條件同環境，客家話呢真唔會冇停。將個繼續流傳下去、傳承下去，咩拜託人家哋後生人，大家要來聽書，大家要來傳承，我來客家話傳承下去。根本嘅問題，大家有了解冇？了解。希望咧大家盡要留阿爸阿妹，同學多講客家話哦。前面課程都要結束，下禮拜見面，什麼大家按時先。